但是咸水池煞变做饲鸡、饲鸭、搁饲羊，警察无饲猪。台中北屯柯南兴公园的咸水池，最近有民众发觉讲起一间细间公寮伫咧边仔，内底饲鹅、饲鸡，抑搁饲羊，拢总饲30外只，变做小型的饲精生仔场。若是照台中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来看，公园袂当饲精生仔。公园即马互在地丁委会来管理，有人饲羊饲的无爱饲，阵啊放来食。抑搁有民众建议讲规划生态区，才饲这精生仔甲动物，不过市政府嘛讲，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啦。羊仔看到主人，就随挖来这个大锤咧食草，甲看这个羊仔妹妹的厝。不过这不是农场，是南平公园的地荒地。觉得 OK 啊，也没有什么臭味吧。以目前这样是还可以，但是以后的那房子都盖起来的话，这个人会觉得比较脏乱一点。伫咧公园内底的地荒地，唔但有饲羊仔、饲鹅仔，还有饲鸡。边仔阁有起一间公寮啊，通互因热风闪雨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个羊仔甲鹅仔已经饲要3年了。早期我们会有鸭，会有鹅，是普渡完了，你知道吗？放养了，然后就越生越多。羊是刚好有朋友不养了。然后送过来给我们。这个地荒池就伫咧台中的北屯区规划做公园用地，交予这个当地主办中委会来认养。因为这个附近的居民建议讲，甲规划做生态区，佮加上朋友有送伊羊仔，佮甲这4只羊仔饲伫地荒池的边啊。不过根据台中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，公园的用地是袂当饲动物的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饲养行为是禁止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已经在养工处、市政府这边已经在8月22号已经发文给从化会做相关的一个，请他们善尽管理维护的责任。市府养工处嘛强调讲，地荒地主要的功能就是底水甲防大水，伫咧回砍了后，会来甲饲主甲做口头的劝劝。中委会嘛因讲会紧甲这动物甲刷走，恢复这个地荒地的原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